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我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五就是冬节，人讲冬节食年，会当幸福万万年。冬节伫台南有送火王公的仪式，若是配合着食鸡母狗啊，就是咱咧讲的菜粿。另外，晚林冬节食磅皮面，台南是食冬节包。冬节嘛有人会伫面床头，抑搁有门边、窗仔门边来打2粒圆仔。代表讲平安健康，又搁有春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下礼拜五就是这冬节啊，你敢知这冬节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，啊，搁有一寡禁忌，今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冬节时间，就是伫下礼拜五新历12月2日。讲到冬节哦，这代表日时上短、暗时上长的一天。啊，搁呢冬节代表寒天准备要过去啊，这阳气会豆豆变旺。冬节时阵会当准备好好休困，好好来进步，好好来迎接下一年。好，讲到这冬节有一寡传统的风俗哦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爱食这圆仔，因为有一句话讲冬节圆仔食落去会当加一岁。啊，个圆仔写了圆，代表这圆满啊个团圆的意思。啊，个来看卖拜拜的时阵爱拜这甜的这圆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句话讲食甜，嘴会较甜。另外第二个风俗的部分，就是食这扁食，啊个食这水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扁食甲水饺的形，亲像元宝同款，会当保庇大家这好运啊个运势隆中旺旺来。第三个部分就是爱搭这圆仔伫窗仔门顶面，就代表对这生命的尊敬啊个感谢的部分。好，来看卖，讲到冬节啊个一寡禁忌，提供给大家做伙来参考哦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圆仔爱食这香素，大家拢有听过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因为食这香素就比较偏落单。第二个部分就无适合较暗转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拄则讲到这冬节之间，这阴气是较重的，所以若是较晚转去，就对大家比较无好。第三个部分无适合较暗困，因为呢，若是较暗困，就影响到这阳气，对后一年的这运势嘛是比较无好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拄则讲到这冬节拜拜嘛，拜拜时间啊个流程，嘛要特别注意哦。时间的部分爱伫中昼进行，因为呢，这早起的时阵，这阳气是比较旺的。来看卖这流程的部分，爱准备三星啊个这水果，爱放伫拜拜桌顶面。讲到爱准备这三星啊个水果，讲到这水果的部分，有一寡是无适合来准备的，亲像是这芭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芭乐内底有籽，伫传统内底是比较无清气的，所以若是准备这芭乐来拜拜，嘛是比较无好。另外，个这色卡嘛无适合无？为什么？因为色卡形就亲像是色甲模拟佛的头同款，所以呢，若是准备色卡嘛对生命无啥尊敬。好，继续来看卖的时阵，就是拜拜第二个部分，就是爱报告生命，甲生命讲，哦，今仔日就是冬节，阮准备三星个水果，爱祈求大家继续后一年平安个幸福。来看卖第三个部分，就是爱准备来烧香，个烧这金纸，这金纸的部分爱准备这四色金，亲像这寿金、挂金，个这福金等等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下礼拜五就是冬节啊！大家除了这提早准备以外，来提早祝大家冬节快乐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